感謝神俾我機會喺度同大家分享今年撰寫聖經卷讀同埋精讀一啲嘅體會。有兩方面啦，喺個人方面，自己雖然教咗聖經30年，讀聖經更加超過30年，但係今次撰寫聖經卷讀同埋精讀係修訂咗自己對一啲經文過去嘅睇法。咁呢個嘅體會，除咗令自己更加知道人嘅限制之外，冇一個人係神話語嘅總代理。即使某人佢嘅專長係研究某卷書，但係睇佢嘅研究，你都會發現，咦，有啲地方係會睇漏嘅。所以認識神嘅說話係一生嘅，喺度都鼓勵大家一齊努力，一齊參與，好似環聖嘅口號，環球讀經，你我響應。而喺侍奉方面，我今次撰寫卷讀同埋精讀，我用咗 AI 去幫我整理啲資料，好簡單1-2分鐘就已經幫我整理咗20位學者嘅見解，的確係慳翻好多嘅時間，亦加闊咗我對經文理解嘅範圍。如果大家有睇過約拿書精讀，我除咗從一個文學嘅釋經同埋文本互涉角度入手，亦加入咗近年嘅創傷理論，係豐富咗自己對約拿書嘅理解。耶穌話最大嘅誡命就係全心全智全力愛神，智力係包括在內。所以喺度都鼓勵大家善用科技，提高自己理解經文嘅能力，因而我哋嘅生活更加貼近神嘅心意。願神賜福大家。